北贝无多读的，看。CHBJ 0104标题列 AUTF-8台北中华佛学学报第01期 P081-121民国76年标题 Taipei IHT 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佛台北中华佛学HT 1987 Taipei The Changhu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僧肇思想之背景及其渊源刘贵杰新竹师专副教授 P81 提要僧肇384-414俗姓张京肇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9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10年乃鸠摩罗什之弟子东晋末年重要佛学理论家初最新老庄玄学后转至佛学以擅长般若学着称着有照论为摩诘经注等发挥般若性空学之要义尤以优雅之文笔通贯儒道思想楷切佛法精义建构自家之理论体系而富有盛名对三论学华严学禅学之发展均有远大影响本文仅就魏晋玄学之衍生与佛教思想之流布等学术思潮以了解僧肇思想之背景并依有限之资料探其思想之渊源所自一前言佛教于东汉流入中土至魏晋之世而大盛在此之前大乘空宗之思想虽有小品般若经之翻译然未受时人之重视直至玄学之心始趋于般若性空学之探9魏晋时代传来中国之佛学系以般若经为中心之大乘空宗理论 P82 此大乘空宗所倡一切皆空之思想与玄学以无为本之观念颇为相似故在玄学思潮影响下佛教学者美集玄学之无产是般若之空此名之曰格义格义者量度格经文正义也即以外典老庄周易说明内典佛教经论之奥义此援引老庄词语以解释佛教经典之学即称之为格义佛学魏晋高僧如僧肇每以庄老为心要常读老子道德章慧远博宗六经尤善老庄及道家观点以发挥佛教义理换言之及玄学之主要范畴如有无动静等概念以展开其对般若思想之理解故及老庄玄学以解释佛教思想乃当时之风尚从而导致佛学与玄学之合流形成玄学化之佛学并出现若干学派提出心动静等概念以展开其对般若言之常读老庄言之及玄学之主要范畴如有无动静等概念